突然想到，皇上都2日没来兴圣宫看您了。我也是醉了，孩子那么小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懂什么呀？我总觉得是奴婢害了您。要不，我想办法帮您制造一场偶遇吧。皇上驾到！不用了，自己找上门来了。皇上，您找什么呢？我这儿可真没藏人。每次到你宫中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朕刚才去了幽兰殿，才发现，幽兰殿里总是点着各种熏香，而你这里，不是卤肉味，就是榴莲味，实在是目不忍视，鼻不忍闻。您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您去江妹妹那儿了。她过得可还好？她面色红润有光泽，朕看着她，心情就舒畅了许多，无需你挂心。秦升啊，秦升，你这种低级的手段，小学生泡妞都不用了，幼稚。